咱台湾有真侪丰富多元的生态，林保署希望讲要来提升森林生态旅游的品质，所以办理领队认证的训练课程哦，要来训练专业的生态旅游的领队。台湾是一个宝岛，有真侪多元的生态、事物、国家公园等等。为着要提升游客旅游的品质，令把正确的生态知识，林业保育署也和生态旅游协会合作，办理领队的森林训练课程。很多导游带团的时候，其实传递的讯息其实跟官方是有点落差。我们也希望是说，透过导游的人员的培训后，可以来接受到一个我们大众可以比较认知的同样的一个生态解说的一个知识，可以来达到我们传递给一般民众的一个效果。协会表示，课程会邀请各界专家来做影片，免费提供领队人员伫线顶学习。除了领队，一般民众若是有兴趣，嘛会当学。课程上线，通过考试就会当得到认证。以20堂课60个小时的一个线上的课程，对于台湾的解说或导览有兴趣的从业人员呢，都能够有进一步了解台湾的机会。林业保育署表示，这个课程有分做金、银、铜3个级数，也希望3年内3个级数的认证人数会当到2830个人，也鼓励有兴趣的民众来参与。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